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昨昏参加台中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佮讲到重新启动服务的这个议题，强调两岸经济是无可能切断。也若民进党热清掉，是去故意的大票仓台南，讲要推动读高中甲高职拢免学费。也若民众党高文哲是话讲要带领台湾脱离哪力两党。天气冷期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斗阵穿短裤参加台中竞总成立大会，代表勇敢站出来，更加表示爱水唔惊流鼻水。不过对着重新启动服务议题，和民进党批评是甲台湾的经济锁入中国。侯友宜强调，两岸的经济贸易无可能转去，爱热清着卖无清无楚。咱鸡卵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但是你不要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大篮子哦，你们爱吃鸡卵啊！我们对大陆两岸的经济贸易无可能断嘛。今仔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7几天拢伫本命区台南积极来做事，受到在地乡亲热情的支持。虽然台南市民进党大票仓，不过也唔敢放松。赖清德讲，第三组总统候选人各自市长任内，以执政清廉度上悬，表现上少。同时也搁再提出教育变悬的政见，明年起读高中职学生全部免学费。年收入无到70万块的。囡仔无论读公立、读私立，政府一年补助2万块，好啊无？有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该医上就医上，该理治就理治，这是清德的态度。台湾必须是由一个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府来领导，而不是一个整天在制造社会的分裂、制造仇恨，然后大撒币、喊口号。但是并没有实际解决台湾问题的政府来领导。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下晡是到桃园参加造势大会，主办单位划出现场超过100人参加，不少是少年人。郭文哲发表演说，宣示带领台湾脱离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决心，更加表示真感动参加的支持者拢真主动，因为无亲像两党相反有发便当。最后更加向支持者发话：一百人无放弃，阿伯就袂放弃。记者综合报道。这届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牵连台湾、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毕文书就表示，美国希望台湾的选举袂受到外界威胁或者是干涉。但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真明确，嘛强调袂介入选举。有学者指出，中国利用各种的假消息来扰乱台湾的社会，其中 TikTok 甲微博都是上大威胁。2024大选愈来愈晚，那国际关心也牵动美中台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伫参加华府智库活动时阵就讲，美国对台立场正明确，强调对台政策无改变，而且强烈希望台湾的选举袂受到各方的干涉，美国无也袂介入。The Taiwan elections, our strong expectation and hope is that those elections be free of intimidation or coercion or interference from all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volved and will not be involved. 本斯表示，对于台湾的问题，长久以来希望就是两岸分歧会当和平解决，这是美国政策的重点。不过伫最近，中国唔但是军机一日了台，也想要运用假消息来介入选举。学者表示，中国利用假影片或者是资讯，主要目的就是要造成社会动乱，和人民对政府无信心。或者是让民众对于政府的一些相关措施产生一些反感，甚至是对于特定的候选人的一些可能过去的一些生活啦，有一些很直接的一些污蔑。由于他是在一些国外架的一些网站啦，所以或者是他是一些内容农场，因此他所放出来的一些消息，说实在，就我国来讲，也很难去对他进行一些制裁。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兼乌心学院院长沈碧阳指出，有要甲600万用户伫咧使用抖音甲微博，是台湾当前国家安全的上大威胁。另外 ，YouTube 也是中国网军重点经营的平台，希望透过有效澄清误导性的信息，提升民众对事实的辨识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抗林地震的抵抗力。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
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各地温度有小可回升。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时北部的温度有甲23度至24度，中南部是25度至27度，东北部因为云较高，高温差不多是21度至22度。不过早暗的温差还是真大，大家还是爱注意。也若落雨方面，各地水汽有小可减少。不过日时马祖、大台北也有东半部，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雨。也若其他的所在，甲片湖也有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为明仔开始会有新的一波冷气团影响台湾，北部日时会开始转做是落雨的天气。也若到下半部，北部的温度就会开始慢慢降低。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拜五。按算中部以北会降到10度的低温，也若南部差不多是13度。昨晖台北举办马拉松的比赛，因为天气真寒，有3个民众在过程当中是常常无喘气、无心跳，而且还有1个民众中风。台北市体育局表示，现场的救护人员有随赶紧去甲伊抢救。加在这4个民众送病院了后，是拢已经平安出院啊。医师则提醒，即马天气是寒死死，血管较会缩起来。若是去走马拉松出现胸坎扎扎，或者是喘不起来，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3、2、1， Let's go！ 今年一度的台北马拉松早起正式开跑，吸引28000名跑者参赛。对有全台气温增加，有4名跑者送病院。有参加人翕到尽管救护车甲跑者方向拢相倒并，验过所有参加的人拢停下脚步，优先互救护车通过。根据了解，这摆台北马拉松有3个参加的人早早的分期，一度无4名迹象。另外1个中风，赶紧送病院了后，加在情况有较好转，陆续出院。我们在队伍里面都有安排 ENT 紧急救护技术员，他们在路跑的过程中发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立刻停下脚步，在现场做最及时的救治。基准科医师提醒，为了避免天气寒影响死亡，一旦跑者出现胸腔扎扎、气喘袂出来，也是头壳晕，爱赶紧互医生看。若是有3个病史、心血管疾病，也有老大人，更加是天气寒影响死亡的高危险群。尤其是走到最后剩5公里的时阵，机会上悬。通常都是在冲刺的时候，那再加上人群的一个激动，再加上自己要把自己最后的体力逼出来，这时候是最有可能出事的哈。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有逞强。双北市消防局统计，16到17中昼至到19件失去喘气、心跳、紧急救护案件，加在送病院了后，部分民众捡回1条命。虽然无都判定是毋是甲天气寒有关系，医师提醒，天气对温暖变做寒冷时，因为温差大，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上好按时食药啊。运动之前爱暖身，避免发生影响死亡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西班牙的12月份，原底应该是咧落雪才对。不过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西班牙南部最近的气温是要甲摄氏30度，都袂输是热人共款。而且上新的研究嘛指出，北极甲南极的冰是大量伫扬起，这嘛是持续影响咱地球生态，而且造成威胁。日头正炎，有人坐遐白日头，有人伫咧海沙堡拍排球。西班牙南部安达利西亚地区的马拉加海沙堡，虽然已经12月中啊，也是正热，甚至要甲摄氏30度，连外国游客拢感受到气候暖化对南欧伊比利半岛所造成的影响。For me, it's not normal because we're used to real winter, like cold weather. 欧盟的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已经讲，2023年将会是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因为南欧的西班牙已经连续几多年热天，每年拢出现几多波的热天气，温度一直创纪录。今年也同款，冠军引发森林大火加大扫。虽然这么已经12月啊，不过规个西班牙温度也是正悬。马拉加海沙堡看起来敢若是热天的气候。Esto no es normal, la verdad, porque anteriores años no ha hecho esta calor como este año. Y es más, yo trabajo en un chiringuito y es exagerado de turismo que hay. Es que parece agosto.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讲，这种无符合季节的冠军，一个难产的冬季降雨，已经对当地出售业者造成影响。本来出售葡萄应该规片拢细，不过即马一个拢全草，而且无落雪，到时靠洋雪带来水资源就会欠，会影响到明年春天甲热天的用水。Pues terrorífico.
La sensación es terrorífica porque realmente esto debería estar nevado o con hielo, pero sí que debería haber más agua de la que hay. Entonces se ve verde y es bonito, pero no para la época del año en la que estamos. Esta temporada invernal, de momento, desde luego, no parece que vaya a haber nevadas en los próximos días muy significativas y más a largo plazo las previsiones apuntan a un trimestre, diciembre, enero y febrero, más cálido de lo normal y en general con unas lluvias que tampoco van a ser muy abundantes, por lo tanto, en principio... 氣候專家若是關心西班牙12個冠軍，這麼氣候暖化也造成南極嘅冰揚正緊，造成全世界海平面上升，影響企鵝嘅探險甲生存，攏是這麼正直咧發生嘅代志。 Todo está muy conectado, la Antártica tiene una influencia a nivel atmosférico con el resto del continente y desde luego eso tiene una influencia clave en el clima obviamente y también en muchos otros aspectos como las corrientes marinas. El agua que se hunde, rica en oxígeno, que se hunde en las costas del océano austral, se va por el fondo y digamos es una correa transportadora, como se llama, que llega a todos los océanos del planeta y cuando esto se ve afectado obviamente va a afectar la productividad y los océanos de todo el planeta. 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 這禮拜年度報告顯示，今年熱天北極地表嘅溫度是1900年以來上懸嘅一年，也是北極有史以來上熱嘅一個夏季，造成嚴重嘅森林野火加冰川氧化，同時也造成全世界海平面升懸。這個攏是使用化石燃料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認為造成氣候變遷嘅影響，也已經對北極氣候造成無法度恢復嘅傷害。 公司新聞金環慶編輯。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今仔日早報嘅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中國醫藥大學中藥主管學系是咱國內頭一個專門以漢藥嘅專業甲生物技術課程為主嘅科系，也就是唯一一個以漢藥為主嘅科系。不過最近卻是爆出停止招生嘅消息，引起各界討論。學校是講，這個風聲並不是事實。 目前是咧討論系數嘅調整，唔是單單針對中藥主管系，因為這個結果是也未確定。再來，咱來看《中國時報》，根據農業部嘅統計，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台灣外銷去日本嘅農產品金額差不多是6億7千萬嘅美金，年減超過1億嘅美金，降價15.2%。有學者就分析，雖然受到日票變薄影響，不過嘛可能甲日本參與嘅區域 貿易協定或者是自由貿易協定成效有關係。過來，咱來看自由時報。新北市沙丁堡有7個民眾集體控訴講，有一個細工的厝邊，伊住佇3樓，伊放真濟資源回收的物件，例如環境真垃圾，而且加抓是4個數，甚至走入去厝內影響因的生活品質，甲伊討賠25萬。落尾手新北的地方法院是甲這個厝邊判伊愛賠16萬。 在屏東枋寮的一間宮廟，16辦示警的活動，若是沿路夜金紙放炮啊，活動還佫到半暝要12點，若是影響居民休困，還佫有大量的糞掃。廟的職工決定講透早是趕緊去清理，因為環保局嘛提醒，這款的活動若是無主動清理，會罰1200塊至6000塊不等的罰金。鬧熱的繞境活動，金紙一直夜落來了後，大路攏是金紙。 屏東枋寮一間宮廟16舉辦繞境活動，沿途的夜金紙、放炮啊，沿路攏是真濟炮虎這糞掃。因為活動繼續到深夜將近12點，廟市的職工17早起趕緊沿這個街路來清理摒掃。大概有20-30個吧，大家分工。沿路掃這個。沿路掃，只要昨天繞境過的地方有放到鞭炮，有造成對鄰里的不方便的，那我們今天來做個清掃。 摒掃了後，大路以外有一寡紅色的炮虎，職工趕緊噴水來清理。掩護活動一直到深夜，唔若影響環境，也攪了到民眾的休困。會啊，12點都嘛睡覺了，鄉下大家都比較早啊。對對，檳榔汁還有那個便當盒之類的，還有鞭炮那些這樣。嘿，對對對。由廟市方面趕緊來摒掃，民眾對噪音雖然感覺無奈，不過也肯定廟市願意清理。環保局早起也派人到現場稽查清理的狀況。 廟方在活動結束後，主動將它的廟方前面跟周邊環境打掃乾淨，並且洗街，
未有违反的情形。不过一摆庙会，虽然民众拢会体谅，不过环保局也讲，相关活动若事后无主动来摒扫，依照会惩罚1200块到6000块才罚款。提醒主办单位一定要注意噪音，也个本数留来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以色列的军队是大力攻击加沙地区，要消灭武装组织哈马斯。10日时阵，逼出以色列的士兵甲3个人质当作是恐怖分子甲大死。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是引发以色列的民众大声抗议。国防部长嘛强调讲，会为战争的代价甲一切错误甲责任担起来。真侪民众举着标语甲旗仔，伫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抗议国防军伫咧当地15个误杀3位人质。These are families that I know personally, and people that have been waiting so hopefully for their loved ones to return. Terrible tragedy, and I think a deal should have been made much earlier, and all those lives of all the innocent people could have been spared. 3个被杀害人质的年纪伫咧25到28岁，敢若是自武装组织哈马斯造出了向以军化救人时阵被射杀。以色列16日公布初步的调查，讲伫4节夜交战时阵，有士兵看到人质脱北体，举一支叉顶头白白布条向以军挖军，因叫是恐怖分子，认为受到威胁，所以才会开枪。迄当阵有人质用希伯来文化救人，以色列指挥官听到了，赶紧喊停火，不过也是有人开枪，造成这3位人质死亡。3 ישראלים חטופים כאיום. כתוצאה מכך, הכוח ירה לעברם והם נהרגו. לאחר הירי, במהלך סריקה ובדיקה, עלה חשד מיידי לגבי זהות ההרוגים, וגופותיהם הועברו במהירות לבדיקה בארץ, ושם זוהו החטופים. 军方承认这边对人质开枪的行为已经违反以军的交战条例。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讲，将会对这场战争内面所发生的一切成就、代价甲严重错误负责。因若误杀人质的消息传出了，将会被释放的人质甲其他人质的家属，也伫特拉维夫大路顶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展开人质协议，避免更加侪人牺牲。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这个以色列无设置甲人质抬死了后，国内外不满的声音是愈来愈多，继续控诉军方谋杀，也那边又是要求因都要随停火。另外，当地访问特拉维夫的法国外交部长瓜良纳，也有拜伊要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拢对百姓伤亡感觉真烦恼。这次被误杀的人质的家属举行葬礼，也控诉以色列政府的行为。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חקור את האירוע הזה, להפיק את הלקחים. 以下冲突已经10礼拜，10個發生以色列誤殺家己3位人質等幾路件槍擊事件之後，引起全世界對相關行為的擔心。以色列政府正面臨親密盟友要求停火呼籲。 總理納坦雅胡一直講要甲人質交代，不過攏無進展。誤殺人質事件的憤怒，可能會予伊更加大壓力，逼伊愛轉去休戰談判島。法國外長科隆17訪問特拉維夫，呼籲伊方趕緊停火。尤其是以色列伫咧攻擊加沙走廊南部城市拉法時陣，轟炸一棟法國領事館人員的厝，造成迄當陣被佇咧內面的法國領事館的人員不幸死亡。 Comm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e lui impose. Il doit s'engager dans un cessez-le-feu. Nous avons demandé, dès hier, mais à nouveau je l'ai fait aujourd'hui auprès d'Eli Cohen, que toute la lumière soit faite sur les circonstances qui ont pu expliquer que cette maison soit visée et, après ce bombardement, entraîner la mort au moins de cet agent de notre Institut français.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18日會去以色列訪問，以方將會面臨縮減作戰行動的壓力，包括提供重要軍事外交支援，也對平民的傷亡表示愈來愈擔心。英國甲德國外長呼籲做到會當持續性的停火，因為有傷濟平民死亡。以色列講17第一遍有79台卡車載救援物資自以色列直接到加沙。 第2名衝突進前，逐天攏有500台卡車入去。聯合國表示，逐天攏空襲，根本無法度安全運送。另外，加沙通訊中斷4天啊，是衝突以來上長的一遍。即馬有慢慢恢復，不過已經造成救援甲運送任務愈來愈複雜。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昨昏暗时10点38分左右，为平壤附近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粒低度的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相关的人士表示，因研判这粒飞弹是已经落伫咧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口的日本海。外界认为讲北韩是伫反制最近南韩甲美国的军事联盟。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墨西哥中部一个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有一个墨西哥的宗教聚会，迄当阵活动刚结束，大家当要离开，武装团体所直接开枪。当地政府讲已经造成12个人死亡啊。所以咱来关心强烈风暴侵袭阿根廷，港口的城市布兰卡湾的损伤是真严重，就连续传出做大水、甲电火条倒去，还有失电等等的灾情。那透风甚至是造成一间体育馆的厝顶放气的事故。迄当阵内底当地进行出兵的比赛。目前知影已经有13个人死亡，还有14个人伤势是真严重，目前当伫咧病院内底治疗。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年尾啊，聚会嘛愈来愈多，食酒赛车嘛当咧增加。敢若是11月份，双北道掠超过900件，而且有民间团体指出，最近超商有咧卖掺威士忌的咖啡，警示说是做了无够，恐惊会叫民众有食酒赛车的风险。也那业者讲，会提醒店员爱看消费者敢有满18岁，嘛强调咖啡甲酒是分开提供的，消费者会当家己决定要掺偌济。一个骑机车的人啉甲醉茫茫，坚持要骑上路，阮经甲查落来说互伊嘛。我说我已经喝了，现在直接带回去，叫车来。查某人讲话无站实，经过酒精测量了后，酒精浓度0.8，啉酒较会误大事，佫会提高事故发生率。先生，你现在酒测值1.41了吼。驾驶人最天天连弄3台车，酒测台超过真济。到岁末年终买个参会节，也是啉酒赛车的高峰期。敢若双北今年11月超过900件啉酒赛车。即马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佫指出，2大连锁超商推撒咖啡掺高酒，恐惊会互超商煞变做啉酒赛车高风险的发生场所。我请同事去买了，他买的时候他只有问你，我要不要帮你把酒倒进去？如果你别的做不到，你至少你必须要清楚地告诉他，这是烈酒，40%的酒精，喝了会酒驾。点名连锁超商提醒做了无够，若是讲一定要卖，袂使干那靠文字做警示。民团嘛表示，业者的广告行销，互人客无法度分辨饮料是酒还是咖啡，较会产生误导。嘛烦恼，念做因管控无严，安尼未成年为了试啉一个，开钱都买得到。感觉应该不会吧，因为他既然这样出，他应该就是不会到喝醉的地步吧？一杯就不行了，它是酒咖啡，然后加了酒以后会有微醺的效果，那不是变相的在做这个酒类的促销吗？好像这样喝起这种咖啡感觉会更好一些。超商用小可帮忙来促销，消基会就质疑是咧鼓励啉酒。有业者是讲会持续提醒这个店头爱先前年纪的管控，咖啡甲酒爱分开提供，消费者会当看家己需求购买。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有一个查某人，伊加入网络投资的群组，佚头起伊是有赚1万块。所来就愈讲愈侪钱入去内底，1500万是拢总哄骗了了。而且这款投资诈骗的受害者实在是袂少，常常拢有警察都爱赶去银行阻挡民众，唔通去互骗大耳。远景广告银行扣款汇款前爱三思。柜台前这个查某人是退休银行员，经同事邀请，暗算共同投资抽未上柜股票。我也觉得，哪有那么好赚？经过思考，伊愈想愈唔对。最后的时阵，打东啊，无汇出137万，差一点啊，都可能落入诈骗圈套。他有没有叫你下载什么 APP？ 有 APP， 诈骗几率很高。要一对翁仔某加入投资群组，除了要求下载指定的 App， 汇钱突达才会当买股票。因准备10万块，伫紧要的坎站，互人砸落来。毋过有一个40多岁的查某人，互类似的方法套路，初期获利了后，有成功摕到1万块。毋过连续2个月，伊一直去柜台汇款，搁面交假专员前后12届，差不多有1500万拢有去无回。
被网络投资广告吸引，加入群组后依照指示汇款投资。在远景细说解说诈骗手法后，两人顿悟，及时停止汇款。并不是没有被害人在一开始小的阶段出金还给他的时候，他就停止了。但是大部分的投资客看到说，这是蛮有效投资，之后就会更大量的把资金投入下去。面对假投资，差不多每天拢有。政府公布组今年6月至10月，公部门透过各通路来宣传，接触超过6000万人，轰炸简讯嘛发出7800万元封。不过诈骗无减少，颠倒增加。警方提醒，无论讲是股市名人的推荐，还是财经老师的内幕消息，若是互人邀请加入赖群组，大部分是袂使相信。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顶一日伫台中，有民众拍伫咧工地咧用的房仔车顶悬，甲当作是厨房车，直接伫咧车路咧耍。也若伫咧高雄有过路人，伫咧过花雕线的时阵，竟然是哪跳舞哪行。这两个事件去互网友翕落来，放去伫网络顶，是引起大家讨论。虽然目前是无人报案，不过警方讲，这个行为已经有影响交通的事实，是会当依法来裁罚。等一下。一个查某人拍伫敢若工地使用房车顶面，直接伫路的厝来厝去伫耍。详细看边仔有汽车经过，全部互民众翕落来，放伫网络顶面。事发是15暗时9点左右，地点是台中市太平区环中东路4段。虽然无人报案，不过警方看到这影片，并且调附近监视器，确定安尼做阻碍交通，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男子疑似工地使用之板车于道路上趴行嬉戏。将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1项第4款自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高雄有一个查甫人，15早起10点左右，经过三明区陈清路甲文乐街口的大路，哪行哪跳舞来过大路，互朋友看上网络，也配到这音乐。结果90秒停等时间，刚才才行到一半，结果赶紧回头转来，是真危险。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行人若在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追逐嬉闹，足以影响交通者，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高雄警方讲，无接到报案，严格过路人伫交通紧急的大路，所以入来入去伫耍，会妨害交通，应该触犯道交条例第78条，会使处5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伫东北角真出名的景观唱片石，那就是因为长期海风甲海洋安尼哭，唱片伫16全咧长去。即马外界都咧烦恼讲，伫野柳的女王头，敢会是后一个长去的景观？野柳地质公园回应讲，目前当地咧做实验，希望会当互风化速度变较慢咧。不过，这个女王头也是有可能伫咧5年内长去。来东北角海岸，袂少人拢会甲当地景点唱片岩翕相留念。不过，这个壮观的景象伫16进入历史。有游客翕到唱片岩长期进前，为深澳外海来看，唱片岩好亲像就出现必顺甲必芳，下晡1点55分就长去。因为昨天风浪很大了，被拍打好，然后造成那个整个断裂，怕游客就是会可能要去看现场啊，所以目前保全的部分啊，还是做安全的一个管制，先把它封起来。较早唱片岩捌因为游客爱爬起来抵数当地正垃圾，本来新北市政府想要指定做自然纪念物的保育地景，不过居民烦恼生活互人干扰，也是影响发展，到尾也无做成。外界关心野柳女王头敢会是后一个长期的自然景观。到今年9月底，女王头岩棍还有118.3公分，以当年1至2公分的风化速度，目前女王头还搁伫正常风化范围内，不过未来5年也有可能有长期的危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再加上一些震动等等哈，将来一定会倒，一定会断掉。女王头中心点有偏离，或许一个地震，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强烈的台风外力啦什么，或许也很快，有可能。为了维护女王头，高雄部观光署北关处回应，会持续甲学术团队合作，减少风化速度，也透过工具避免民众去吸去摸，同时也持续找找园区古锥公主这新鲜园，创造更侪观光翕相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要出外旅游，真侪人拢会提早伫网络顶订房间。不过民众订家己的一间汽车旅馆，大暝一暗要4000外，差不多是15平。不过去住的时阵，房间煞干那6平尔。
迄当阵工作人员是甲回应讲，15坪是包括公共空间，或者消费者是真好接受。落尾手业者是出来回实的，讲是员工甲房间摆了唔对去，会加强训练。因那消保官嘛提醒，房间的面积嘛是契约的一部分，业者应该都要照拼照行。房间内放一般双人床甲椅啊，这家具看起来我买6-7平，热心钱十日带亲人到家己佚佗。伫订房网站一定先开无偌久，复合式汽车文路，一暝爱4000外，15平得大床的房间，无想到入去大煞发现平数较无一半。第一次他的回复是说标示的空间是有含停车位的，那我就很纳闷啊，因为我们不是车库型的房型。第二次打电话回来，他就讲说旅馆就是有预期你们住客可以使用的空间加起来的坪数。因为这间旅馆有袂少亲子设施，佮加网络影片介绍，吸引真侪旅客入去住。啊，毋过订房爱佮靠公设比，互人无法度相信。佮因为饭店已经客满，无法度换，赖先生无奈选择退费，去甲伊甲这个租户搭上网络。真的也是对客人很抱歉，柜台人员排房的时候可能排错这样子。订房部分我们一定会再做调整，然后希望这位客人下次来我们也会给他做优惠。旅馆的定价有真侪种房型，原价为2000外到15000不等。业者回实的表示，是员工排唔到房间，会加强训练。住宿面积属于定型化契约的一部分，旅馆应切实的履行。如果有不履行的情形，依民法不完全起诉的规定，消费者是可以请求解约或减价，或者是请求换房。消保官讲，房间的面积嘛是定型化契约的一部分，业者应该开始照做，嘛提醒消费者出去旅游进前，上好会当甲旅馆业者充分沟通，以免发生纠纷，规个心情拍歹。记者综合报道。新疆人士若是出门，请在受到场所设施的限制，无法度像一般的民众遐尔利便。有几个民间团体昨昏去行政院陈情，希望设立无障碍专法，统一管理的办法，还佫有标准。行政院回应讲，已经有请相关部会收集因提出的问题，按算伫明年2月份至3月份完成清点，看敢是有需要立专法来处理。联谊团内啊，第一波请到外头，新疆团体代表也是准时到行政院门口陈情。民间团体讲，即卖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无强制力，各种无障碍措施线伫各部会管辖，拄到设施无方便，都爱四界去陈情。希望未来会当统一规范。那现在的生权法也没有办法去有效的督促它，中央也缺乏督促的机制，所以我们今天既然人为不做不到。那我们就靠专法来做。有一个孩子要上学，他的这个校园周边的政府在通道要牵涉到很多的局处哦，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辛苦。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119万外的身障者，其中5成以上超过65岁。民间团体建议上一款的无障碍设施是车的步道甲厕所，不过身障者需求唔难安尼，希望邀集身障团体做伙制定无障碍专法，整合包含建筑物甲风景区这无障碍设施，互身障者嘛甲一般民众同款有行的自由。要先请各部会相关的部会，例如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这个卫福部，我们先盘点现在各位现在所面临到的所有的无障碍的问题。行政院代表收录陈情书承诺的数字无障碍设施建议了后，检视目前法规是毋是有拢包含在内，做后续是毋是立专法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为着避免环境的开发去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地，也有生活。林保署伫咧花莲的部分地区执行生态保育的计划，设置生态廊道，或者野生动物会当通行。因经过6年的观察甲监测，遮侪野生动物已经有渐渐地出现。徛伫监视器头前的路啊，一般拢出现伫中关海拔山区。啊，毋过伫花莲光湖乡的平地大龙大埔森林公园，已经监测到路啊出现。其他亲像山姜啊、山猪，这哺乳类动物也拢慢慢增加数量。毋过这动物较早较罕见。
当初可能在台糖造林之后，它会有一些栖地跟面临开发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就透过这些权益关系人去改善，然后让动物的通道的面积加大，增加它的通透性，让动物回来。和动物回来是林保署已经执行6年的国土立网生态保育计划，选因为建设开发，地区动物生态地改变地点做研究，亲像伫西林林道架设动物坡道，也佫有设网仔遮优先设施，让动物会当自由进出。未来其他开发的建设，我来请各单位配合。我们有去跟铁道局沟通，未来他们在那个双轨的铁道部分延长他们的长度，土堤的部分就变更设计，变成它动物可以使用的通透性会更大。经过协商，铁路局嘛同意花东铁路双线工程，其中大龙大富段会延长铁桥长度甲面积，增加通路较通光，让动物较会受到阻碍，才袂影响生态地的多样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溪地乡是全国海拔上悬菜粿的生产区，因为气候暖化，芳的数量是愈来愈少，嘛影响授粉，产量嘛跌咧降低。今年公所买25个芳箱，计共有50万只芳，希望这芳会当来加强授粉，增加农民的收成。农作物要开花结籽，需要芳来斗人花。南投溪地乡的头社地区，种菜粿面积有50公顷，产量占全国的一半。这几年气候变迁，农民反映芳的数量愈来愈少，嘛直接影响产量。最近这几年来，咱迄个野生的蜜蜂吼，拢减少去，所以咱来放蜂啊呢，让咱的菜粿授粉吼，才会较安全。无咱的授粉较欠，较无够，有当啊授粉无安全，粿啊拢歹去啊。为了帮助农民提高菜粿的产量，溪地乡公所今年买25个芳箱，拢总有50万只芳，要来提高菜粿授粉的成功率。公所甲农会等等的单位，趁好天来头社地区放芳箱。我们在放这个授粉泵的时候，让丝瓜的授粉率更完整，让伊的粿仔条会愈来愈水，较袂讲弯弯翘翘。因为很多农民呢感受到，那授粉不完全、弯弯翘翘的情形真严重，会导致他们的产量有问题。溪地乡长表示，用芳来授粉是简单又有效果的措施。头社地区使用芳箱授粉了后，菜粿的产量增加2成至3成，品质嘛有提升，是真受在地农民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看，伫南投草屯，因为有人对修理七头米啊真有兴趣，所以伊成立七头米医生南投站。伊嘛训练学生，互因会当来斗修理。因讲会当甲歹去的物件修理好，是感觉真有成就感。提起工具，甲七头米拆开，找歹去的原因。这是协国高中的科技中心，因协助七头米医生成立南投站。这个活动是七头米医生和伊的囡仔主人同齐完成修理的任务。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因为跟我的机械的课程是比较不一样的类型，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想说学校刚好有举办这种有这个活动可以参加，然后刚好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也可以继续接着玩，也让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看看那个里面的一些操作流程，这样子让小朋友可以爱惜玩具这样子。送来修理的七头米，拢是陪伴囡仔成长的基地，那直接得了真可惜。原底读迄工国中部的学生，就因为安尼组成七头米医生团队，佮开设培训课程，找佮较侪人同齐修理南投地区囡仔的七头米。其实当初在修玩具的时候就觉得，哇，轩老师真的好厉害！一台不会动的车子放到他身上，放到他手上，然后他就是拿螺丝起子拆一拆，然后用手拿几个奇怪的东西，然后动几下，然后突然车子就会动了。那我当初就是觉得很惊讶，然后就觉得，这东西好像蛮好玩的，然后也修了几次之后，也有获得了蛮大的成就感。七头米医生南投站的院长陈建庭，因为伫高中的时参加过几摆七头米修理活动，感觉真心惜，所以大汉了后，找几个朋友做伙创立这个南投站。以后除了继续培训新的医生，也会举办比赛，让七头米医生南投站成做大家交流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的和平日报报社用过批评国民政府的歹代，在228事件了后，多方查封一直保留到今。这嘛是目前台中唯一一个甲228有关系位置。不过因为所有权人申请重建，这栋大楼就直要互拆掉，所以地方的文书团体就赶紧发起抢救的行动。这栋旧大楼的窗仔门拢用铁皮封起来，一楼的店也无得利用险。这栋伫咧台中市中区纪光街加中山路口的建筑，不是和平日报报社的所在地，也是台中唯一甲228事件有关的位置。怎么这栋大楼要拆？地方文书团体加作家老吉商发动抢救活动。1946年，和平日报的总社就是在台中这个地点成立。对，那陈庭师那时候他是受聘于这边的那个美术编辑，说这栋房子从228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在台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栋房子。当地伫1930年代是台中上闹热的黄金地段，建楼和平日报总社就设伫咧这栋大楼。228事件了后被查封，电影《悲情城市》内面的角色林文清、甲画家陈定思，就是迄当阵报社的编辑。不过这栋大楼是私人的，所有权人申请违挪重建。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核准，文化局认为大楼征收改革明显无列册追踪，但是继续听各界意见。文资处在今年4月21号已办理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现刊，经过专家委员认定，此建筑增修改建明显，因此决议不予列车追踪。较后啊，基本是在迄度爱拆，若无为着围楼问题啦，啊，个回收处理房啊处理无拆，火若点的像安尼就防者一声起。附近的民众是讲，旧城区需要更新，而且兼顾消防公安，所以再成拆掉重建。中城再生文化协会是强调，这栋大楼有真侪历史的记忆，已经发动暂时意向联署，将会考虑以公益抗暴的方式成立专户，希望由各界集资，将大楼的产权买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艺术团体阮剧团为着让演员提升观察力，要求剧团的演员演出对生活甲社会的观察，家己创造一出舞台剧甲社会对话。你是倒位的人？恁兜住倒？甲过去住过真侪所在记忆，编一出戏演出来。毋若讲出伊对故乡这2字的称诉，嘛反映即马少年人对未来的不安甲期待。你敢要继续我住遮？若无住遮，你要住倒？我虽然即马踮伫遮，毋过我头壳内底都一定想讲。我的未来是要住咧什么所在？对这有想象。演员家己写剧本，家己导演，阮剧团的老师还指导安尼。主要就是演员，伊想要创啥物，伊想要甲这个社会讲啥物话。阮剧团伫2023年的年尾，伫家基本创园区的新家己做，互13位演员用11出戏来分享因伫2023年这1年当中。为生活到社会的观察，用演出来当作记录。演员其实因是爱行入去社会，提出因对这个社会的观察甲观点。这个观察可能是一个时代内底对这个社会正好的一个记录安尼。这个节奏要掌控得很好，就是有一张一弛。那其实我觉得2位演员在这边这方面我都觉得掌握得很好的。阮剧团指出，成立到今已经20档。因想要透过这届实验表演的方式，互剧团成员为自身的角度出发，甲社会对话。这个经验嘛是未来剧团创作的养分甲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第15届信义儿童动画奖，这届拢总有100多件小学生的作品，而且这拢是因对生活的经验，咱做伙来看卖。今天不是快乐的一天，班上的女生都离我远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普乌色的背景搭配简单的线条，一个来自部落的树皮做背景，国北教大附设小学的囡仔创作52号字查某囡仔奇幻日记的动画。故事是讲团队成员周记已经和同学欺负爸母无了解。同学就是我走过来，然后呢，他们就感觉有一个词形必须。就是正气跟正气必须觉得必须走掉。伫咧受水的时阵，感受到平静，对画图内面找到想象世界个别孤单。评审认为内容正顺，幼部的表现也正特别。
一个来自台北市无共小学即阵伫咧工作室学习的囡仔，因的作品叫做《廖景食西瓜》。臭死人了！他不小心的啊！我在吃饭搞定。你有去过吗？没有。那你怎么想象？看影片，自己拍的，最棒。自台东去高雄户外教学，看到什么戏拢真好奇。台东县初来国小的囡仔，用黏土甲画图呈现因所看到的。港桥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难用，我们要让它平衡，而且还要让它可以很通顺的转。做那些东西，可是有时候材料不够嘛，然后有时候那个灯也不够，然后就要看谁要先拍嘛。可是有时候这里我们就会先吵架。为制作动画无简单，互相沟通也真忝。但是这寡囡仔讲，做动画虽然辛苦，不过也是继续创作。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圣诞节就伫要到啊，相关的树桩是袂甲下脚。安宜兰有一间专门咧发杂野的业者，今年种200万丛的圣诞红，按算2礼拜内就卖了了。也若伫法国有一间种圣诞树的厂商，因除了用环保的方式来种，伫卖过程当中嘛尽量减少碳卡热。这个网市内面规个看起，内面的食物叶啊拢是红色的，看到就知影讲耶诞节即要到啊！伫咧爱尔兰都柏林的圣诞红育栽场，所在有3.2公顷，工作人员伫咧包装圣诞红盆栽，准备要出货。Typically would grow about 2 million plants a year, and we'll be emptied out in about 2 weeks. So the 15th of December, this place will be empty, and we'll all go home and enjoy Christmas. 圣诞红的原产地是墨西哥，育栽场经理讲，这种食物袂输敢若千金小姐咧。种的时阵，日头光爱有够，也该放变虫害，爱控制温度，搁爱互因莫伤大丛。因为圣诞红差不多爱6个月时间生长，育栽场伫咧7月时阵就开始种，希望今年业绩会袂歹。Definitely a crop that is synonymous with Christmas at this stage. I'd say there's probably more poinsettia sold than there is Christmas trees. 不过耶诞树厂商可能无啥同意这种讲法。法国的浪吉斯市场讲是全世界上大新鲜食品批发市场，不过每年来到耶诞节，拢会改卖耶诞树。Notre production globale, à mon avis, tourne autour des 8 millions d'arbres en culture. Et ici, au départ du mine de Rungis, on doit commercialiser aux alentours de 200 000 sapins par an. 真侪人过来景，无共大细丛的冷杉树拢有人要买。不过一丛2公尺宽的冷杉树就要种7年到10年，厂商除了爱开时间种，也强调会尽量用环保的方式种。Et oui, on y est attentif puisque l'empreinte carbone d'un sapin de Noël est positive. On essaye aussi de changer, et ça l'ensemble de la filière, puisque l'ensemble de la filière cherche des solutions pour diminuer les intrants, diminuer les produits chimiques. 这几年有真侪研究讲，范围正宽的耶诞树栽种园，会让为鸟仔提供暂时的避难所，也让避免土地过度开发。因那南边的栽种园，怎么就拢使用有机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0度至23度。这2天天气较冷，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衫。感谢各位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